揣唔到嘅思念，天那么尖的短短两截，飞到哪下？飞到哪呀？真正的自由。 下盘以后母子，因你个因你还更有给你痛爱喊起的安乐给添了苦，谈嘅温柔温柔听听。 自由，真正的自由，自由，自由，自由呀！一世界。放学后，老地方见。 先生，我想要退出合唱团。因为啊，做唔得啦！合唱团已經拉少年嚟咧，竟然推出嚟，佢仲冇人嚟啊！咁咩必定太子啊？你唔是少啦，我已經起碼一路推中定咧，啊！ 絕對唔會俾欺負人嘅。唔係威廉太子啊！咁冇咧？找我。 唱歌给我听。你今天看起来怪怪的呢。快点唱啊！你那么没有精神，不然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要去哪里呀？走就对啦。等一下。 阿 K， 你去邊上嚟咩？我有見啊，偏上啲。快點快點，那個地方很漂亮哦。你要帶我去哪裡啦？等下你就知道了啦。 那你要不要唱歌给我听？哦，好啦，那你心情好一点哦。Senai senai saku ulusa isu hakaka yo nani kuna hanu misu
的古阿南，海呀哈拉等艺术，嘎嘎，好，海耶呀，一路，有时候我觉得活得好累。我每天都嘛觉得自己活得很累，因为都睡不饱。你会不会觉得，有的时候我们不像是为了自己活？我们本来就不是为自己活的啊。哎，不要泼了啦。很凉哎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啊？因为爱我们的人啊，还有我们爱的人。如果没有人爱我呢？怎么会？那个神父每个人都爱哎，他常常说，神父爱你。那你爱我吗？当然啦。你爱我的话，就不要跟林大志当好朋友。这跟大志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我爸跟他爸要选乡长，我跟他注定要当仇人。佳佳，可是我好不容易才跟大志和好呢。我以为你喜欢我。我是啊。我就知道，没有人爱我。佳佳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等你想好了，你再来找我。如果你要跟我当好朋友，就不要跟大志当好朋友。我跟他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佳佳，你不要逼我。我没有逼你，但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。我为什么要选？我要跟大志当朋友，也要跟你当朋友。我可以，你也可以啊。你不懂，你什么都不懂。佳佳。王爺，你後輩佢咁樣險幾歲？亲爱的天父啊，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佳佳喜欢我啦？到底，如果你让佳佳喜欢我的话，我会每一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哦，很认真哦。然后奉献的话，你也知道我这边的状况嘛。什么？祷告还谈条件吗？神父。雨乐，这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很久没有来教会了呢，今天怎么会突然的来？完蛋了啦，神父。我失恋了啦。哦，真的啊？我喜欢的人喜欢别人啊。是哦。怎么办？那就把他抢回来啊！抢回来？对啊。可是他比我还要高呢，但是我比他帅哦。哦。他看起来很酷呢。哦。长这样哦。嗯。那就跟他公平决斗啊！怎么决斗？要抓鱼哦？那我一定赢他啊！傻小子啊！神父跟你开玩笑的。年纪还那么轻呢，应该多把心思放在课业上。当然了，喜欢别人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小时候啊，4岁的时候就暗恋我们班上的女同学。不过要谈恋爱啊，还是等长大以后。等你长大，有很多很多的女朋友哦。神父，你谈过很多恋爱哦？神父不能谈恋爱，神父谈恋爱啊，天父会惩罚我的。那你怎么知道那么多？转嘞。哎，长大呀！神父，就是他。啊，你就是喜欢他？不是啦，他是那个别人啊。别人？对啊。别人？
就人家啲好友跟得誰妹按到魏家家係冇？我呢度會收呢。阿曼嘅事情唔會再發生嘅。你这么按你啊？会知讲每礼拜，永远伫迄唔做的梦。冇。一啲人去总年轻夹妈妈应嘅。我老实讲，我应该去总年轻夹妈妈面前，像昂一样的。男朋友把完全无睇你做家妈嘅支持，你家干自己动弄啊！嘿，因为我应该你爸爸做定嘅梦嘅，有最前退，冇咗佢咩罪都係有，也最現在，現在暗多事情，你也條心話嘅都冇看到。你做乜嘅事情？做乜嘅事情啊？回家，喝酒了。whisky 哦，喝啦。好辣哦，辣，就是要辣才过瘾啊。你没有我的生活过得好。真的够惨，到现在还要跟你妈住，这有够衰的。只有衰就好了。到底在看什么？你有看过这个女生吗？谁呀？我从刘飞瑞那里拍来的。那个男的。他长得蛮帅的啊，怎么喜欢他？没有啊，你不要乱讲。真的觉得你需要安慰一下。走，带你去 hiking。走了。去哪？走啦。不要怕啊！你看，我不是好好在那叫。谁跟你说我怕啊？罗淑凤的王八蛋都不怕了，怕这个？拿不拿？手酸呐。
杀死罗淑凤很逊，要来就更猛了。他搞你，你就搞他，谁怕谁呀？谁才怕谁呀？小姐，小姐啊，你永远咪都安尼啊？不过唔错爽的呢。今日我去上课嘛，跟人家成三夫，而且问题哦，有一些居民懂错哦。我哪敢爸爸妈讲？眼啲啦，我卡掉电话哦，唔会唔到哈。人家要很啲啦，几张相。夫人，我吃到手机怪怪的呢。人家送伊的时节啦，几张相，韩国看起来同强一样的，几三年咯，又看起来昂神昂神，佢一件服咩本件咩都係你弄搞搞的呢。我是。你先無限呢？还好吧。你要我帮你查的东西，我查到了哦。总罢没？因为阿 K 喺边上，所以今年暂时冇办法参加合唱团嘅。阿基佢係要結婚總題目啊？也很千難講啊！我看伊邊上嘅情形，唔講用嘅啊，應該是要休息一段時間嘅。大嫂，衝過位啊，還冇有機會啊！
抢做得安尼嘞啊，歹势啦，韩本先生当照了亚飞。唔好安尼讲啦，應該嘅。做乜咩？你係先終於學夠呀？来，我送你。来，先生，哎，阿 K，有冇嘅啊？唔做嘅啊？係啊，很強啊！是看啊，好啊好啊。記住係安尼啊，唔好去學教啦，再擺去學教掙錢哦。就一天到晚做下安尼切兩下嘅幾張擀面哦。自動用誒。阿 K 啦，你喺鄉下啊，屯上邊嘅，做嚟倉庫嘅做會。冇好事咯。先生屯工人嘅啊，嗰啲好事。唔倉庫嘅下，又唔可以入到自家。做乜未啊？成年啊，唔好讀書冇要緊，行行出狀元。條擺啊，你咩唔好讀書啊？又問咩教養做先生啊？哎呦，驚啊！先生，你總唔得本身人哦，有安樣嘅觀念呐。睇下就知啊，以下嘅社會學你像係基本嘅要求天天啊。也係啦。好嘞啦，感恩你啦哈。好，OK，全先生叫我女好教嘅。讀書啊，過於重要。唔女啊，點點就知道嘅啊。好，落去。不用数啦，烂人人渣，你就会大你，那么你要做哪法啦？買些錢不是啊！拿來嚟咯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等於爺嘛，你想講你人，拿來啊！講嘢能放，不要這樣啦，拿來啦！小快走快走，你莫幹嘛沒啦？小弟，哎，走！俺爹啊！你趕快上去，快去爹啊！快去！俺爹你，你知道嗎？你面子搞不卡。有。没错，不要这样了，啊，不要！聯絡自幹死人啊！來啊！自己啊，忘詞啊！誰要我死啊？我死，太搞笑我死啊！石先生，真說是你們。哎，老婆搞的事情，我幫你屌絲啊！啊，讓我吹油，讓我吹油，吹油，油，給個走，走啊！走，給我走！哎呦，你幹嘛笑？先生，唔用了冇？冇用啊！告白失败，吸食过量身亡。刘飞轮很角色，加减用啊。对了，那女的叫许淑曼，不用谢我了。迄老太甲讲啊，去暗危险呢。哦，唔中意去吼，
爱生你哦。无，用会死都唔知。唔敢去唱图诶，大师就追给你。啊哦，看唔出来哦。这种场面哦，拄都没有安尼做过啦。做嘛去面唇会有遐种动位啊？用风就买到啊，99就一支。真是了解啊！我说唔讲啊，演做先生哦，3万认真，有乜解好喏？一规只沙飞都伫咧搞歹生意呢，根本就无办法。俺老到福教嘅左右面，係随千万人嘅行了去啊！先生，那班上嘅面唇哦，今日早晨真是吓到嘅，所以小弟都較休息，給唔表好嘅時間。係啲嘅，我無去看佢。邱先生，唔會查呢，冇想到啊，唔係休息吧？做先生嘅良心哦。冇禮貌。我啲嘢嘛啥？许舒曼。我没老骗你讲，就求你，妹妹老了，事情跟我处理，好。我啲嘢嘛啥？子谁？我听方圆老师说，现在明春暂时住到茶庄里来了。邱老师真的好热心哦，特别跑到我这里来做明春的家庭访问。好老师。总爸妹，今天啊，阿 K 的事情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反正现在小杰也不需要参加合唱团啦，大志也不会找他麻烦，这样就好了。多谢总爸妹。所以这阵子都会先住在茶庄里，是吗？唉，那个家回不去了。
还好老板娘愿意收留我们。也好啦，这个时期的孩子哦，正处在叛逆期，也特别需要安全跟稳定的环境。老师，我们把小孩送到学校，就是希望你们教啊。可是现在就变成这样，明孙问他钱哪里来，他也不说，连刀子都拿出来了。老师，你们是怎么教的？那诸位，不认识。还袂通无？无，你来答，可唔会痛无？做这人来讲，去倒的，迄dinner买无？我做嘛嘅？我想要报复我自家。你来讲，迄位家家本来嘅，唔信无？你家家？用诶，唔信哦。自由生有多诶，当奇怪嘿。你家家真紧当电人强。唔要吃到安尼。我搬去海高。唔要搬去海高。你打球的时候，脚下盘重心要放低一点。对，因为你站着的时候你会来不及反应。重心尽量低一点，看着球往哪边来。如果球往那边的时候，你就要准备要跑，往这边移动。还有呢，球来的时候，你要看球跟球拍要结合的时候，就直接挥出去。你不要只有看前面而已。如果只有看前面的话，你是挥不到球的。手肘要稳，手肘要稳，然后你的那个手腕这边要稳住，不然会扭伤。好，注意哦，再一次，好。讲爱报复自家，道的根本就无效。三到位家家嘅比咩，怎做得报复自家？你家家真个很强哦！错，刘飞轮你也懂赞美。哦，你中意魏嘎嘎吼？哪有啊？有拿到吗？安尼唔好啦。拜托，现场嘅报复自家。不过，若家己输棋的，你又唔是家己咪骂。
本啊啦。想倒的，可能通做点用的。唔係講我前邊家家嘅邊咩係？那真講啊，嘛幾多毛，拿多上去啦。哎，可能。哈，可能其實我哋永遠拿家嘅手機呢。唔拄敢跳拿的，很驚佢哋哦。冇對，拿落啦。8年2班魏佳佳同学，请到导师办公室报到。手机的画术好，无乱跌。先生，手机的迄慢哩念落的啊。唔甜呢，硬入来就变啲啊咧。哦，先生，这些。用肩体。你在做什么啦？学他。很白痴哎！我讲。4公里，海岸地哦。哇，各位观众，国防总好，有个吃人饭呢。记者领太直播头。大志，你做什么啦？不可以看到嘞，佢会吃人哦。来，我跳一摆到吃人饭。唔会吃我哦，哦，我很惊哦。不过，我唔会散拖。哦，唔会变颜色吼。老板。暗调诶，你家家当中英诶，讲暗斯文诶。搞一下引怒啊！哎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不要乱讲，佳佳才不会喜欢这种人的。你真惊死体了哦！你迄穿身嘛，100几多钱啊？有送我啦？有冇？啊！引怒上！
乜原來成功啊？有冇多大用嘅啊？以後文章唔係愛鋪的，愛書記的得摕咧。看鋪完嘅時間就長的，書記根本就無定來呀。愛弟，講書記的得摕咧，就冇事情啊。那你定係唔係正經的啊？好誒。唔過係媽你先鋪的，係媽你先答應。先生，係唔？唔係愛啦，係記啦。愛就佇係唔？邱先生，劉飛倫，你幾大細咧？好教一本人你上大嘅所在嘿。我上大就冇來好教。你講迄愛叫愛啊？你唔講嘛？你迄先生呢？上都無上本都無本，請上去前面負責。迄記條兩隻大眼意思誒，做你買先生啊？劉飛倫，我講唔做做嘿。飛倫，飛倫，講哪會來啊？先生個批評古來好搞讀書嘅勇氣。批評？唔係看到新聞你係批評嘅？你已經付出代價嘅，好搞喺團體成法嘅地方，應該有嘅規矩也係樹定。我第一尊重騙人，尤其做唔得對先生無禮貌。我唔點講嘅團體成法輕用嘅，唔講我講嘅團體成法，但無講乜嘅尊重啊，想變馬仔見到佢啱，你根本就唔知，呢個世界上係輕用嘅。劉飛倫，古來講冇簡單哦，唔知我出唔 healthy 啊？型 ABC 它是等腰三角形哈。如果说 AD 是角 BAC 的角平分线，就是这一条。如果角 C 等于20度的话，那角 A 跟角 B 呢就是180度减20度，现在是160度。160度呢，两个角再平分呢，就会变成80度。那我们看到 B 跟一呢，内角跟外角这样子加起来会是180度，那么180度呢，再减掉80度，就会得到100度。所以角 ABC 的外角就是100度。你做这部分啊？无人做的部分，像你去搞，做的部分去搞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下一题。伊啥物？让去到刘飞伦。对吼。对，对鸟批论。哎，大志，我觉得你讲话太过分了啦。到底是不是兄弟啊？好心帮你对抗情敌耶。好啦好啦，谢谢你吼。不要弄啦，会痛哎。那个刘飞伦做过那么多恐怖的事情，然后佳佳又好像喜欢他，怎么办？我很担心他呢。你嘎嘎。佳佳。听下来。咩意思啊？唔發現了，唔好搞。見面村，你本來冇想講咩生，冇，唔會用嘅，一下捱真唔會講嘅。被
东西是云端语言。啊，幸好有天赋啊！你教我牛马老记录做得够好，像伊咱的天授啊，像伊帮助我的天赋。是吧？人嘅命中见危险，阿门。哎，是吧？你让我讲过嘛个？你讲过嘛个？哎，唔想同你解释。我无买好讲嘅，可能会翻来都做得。用班你犯错，我挨了处罚你哦。挨处罚你，你会下怪掉系啊？你犯错唔见得啦。唔是我讲，俺唔会天赋。我咩兄弟，人家会做唔错啊！你退役还讲妈妈恶塞塞啊？啊，刘飞伦，不要消费我对你的信任啊！迄记到那个阿曼的事情呢？记得讲阿曼的事情就退役系啊？刘飞伦，这个世界没有秘密，你的事情哦，拍杀七手就会低。你若行千款，唔好大白大雄事件吼，就故意模仿伊的事情地袂如啦。人用的做都唔错，可能会反人家分气啦。俺唔想处罚你啦，俺甜的。可能会做。俺唔想慢做，我是我人哦，俺唔想处罚你。你买些上好，只用天头马改个事情哦，你找哪人讲啊？俺无想要好教的。你还找你对自家处罚的啊？啊？你便宜不是的啊？还便宜这个？这是逃避，撤退装的。用的，没抢彩票，迄有彩票就会救我救全世界啊！对。班高玉，亲情苦，怎么可以接着唱吧？冲吧！要叫到，还每顿来叫。挨落其他是因为无强用，你系天初做得人唔强下快乐，冇问题。他真的很烦，你真的有偏啊！有偏，马上冇偏。爱欠嘅，你高音。你是想把我和黑爱参加合唱团啊？亲密一般嘅是嘞，和迄朋友，唔识就会唔想去福建，唔知佢会老爱做对哦。还不如自己先冲。是什么永远给你呢？只有勇敢面对现实，才有改变的可能。没有谁能够保护谁，只有手起嬉皮笑脸。